喺山東有兩座殿堂，相隔百里，卻共同定義咗華夏文明嘅巔峰。一座係帝王與天對話嘅東嶽神宮，一座係天下崇文專儒嘅禮制聖殿。今日等我哋穿越呢一道時空之門，解碼古代中國最崇高嘅精神坐標。代廟主體天欽殿同北京故宮太和殿、曲阜孔廟大成殿並稱中國古代三大宮殿，其面闊9間，進深5間，乃最高規格嘅95之制，專屬帝王。殿宇無言，但草木有聲。大廟中嘅參天古柏多為漢唐時所植，樹齡已逾1000年。佢哋並非尋常草木，而係被歷代帝王視為神樹。最為傳奇者，莫過於漢柏連理，兩株漢柏主幹交纏，合為一體，被古人視作祥瑞，象徵天地交感、君臣同心。呢啲古樹係活住嘅歷史年輪，靜觀咗無數場祭祀典禮同王朝興替。如果話建築係空間嘅禮制，咁代廟嘅碑節便係時間嘅銘文。呢度堪稱露天嘅書法藝術博物館，珍藏歷代碑刻百餘通，每一塊石碑都係一頁急刻喺石頭上嘅史書。從象徵國家權力嘅泰山腳下向西南，便抵達另一座精神聖城曲阜。空間嘅轉換亦都係主題嘅 F 變變，從祭天嘅崇高轉向育人嘅永恆。曲阜孔廟以孔子故居為基，歷代增拓，其建築規模與佈局僅次於故宮，係中國現存最宏大嘅祭祀祠廟建築群。核心建築大成殿同樣採用從鹽鐵山頂同黃色琉璃瓦，殿前常舉行祭孔樂舞。佢同大廟天倉殿一指人性，一祭山神，卻共用住最高級別嘅建築語言。孔廟嘅存在標誌住一種超越血緣與朝代嘅永恆尊崇。佢代表嘅儒家禮制與教育思想，構成咗中國社會2000餘年嘅精神框架。一日行程，兩座聖殿。代廟等我哋讀懂古代中國政治哲學嘅高度，孔廟等我哋觸摸華夏倫理文化嘅深度。佢哋如雙子星，共同照耀住中華文明嘅璀璨星河。